哦，一群的白鹭鸶啊，在耕田翻土的时候，你看都飞过来，眼睛还有鸟的眼睛很厉害，它知道哪里在耕田，然后飞起来后，场面很浩大那样。鸟吃草食物链，暗示人类万物之灵啊，不要杀生，不要吃动物的肉了。冤冤相报何时了？轮回转世了，吃人家半斤了，要还人家8两啊！要吃素啊，现在都流行吃素，环保素食。吃素就是不跟众生结恶缘了。有人那个结婚都是办素的喜宴，办100桌都是吃素的呢。网络影片都有看到。那个大饭店叫阿弥陀佛大饭店，人家都是在推广吃素啊。吃素的话，说那个畜牧业可能会减少，然后避免因为畜牧业造成的那个废气造成温室效应，地球温室效应。温室效应会造成那个极端气候，冷的太冷了，热的太热，然后超级台风啊，破坏那个台南县市。去年2025年7月7号，丹纳斯台风摧毁了1万多户哦，那个屋顶铁皮的啦，砖的啦，砖块的啦，石棉瓦的啦，都被破坏。有登记的1万多户呢，没有登记的可能更多。前方那个高速公路，在前方那新营休息站啊，